过来消息，过来看桃园今年1月到11月，针对无让过路人行行是开出19000张的罚单，比去年的同期增加1成。也毋过过路人的交通事故嘛减少超过1成。影片中行人违规乱过大路，互奥多拜弄着；另外一件行人行伫旁边线，奥多拜无停让，直接弄着。桃园警方11月启动行人交通安全大执法。针对无停让行人、甲行人违规加强处理，11月拢总处理4158件，比去年同期增加2169件。这个期间，行人交通事故比顶个月减少16件，降8.16%。针对不停让行人及行人违规加强取缔，1个月内共取缔4158件，较去年同期增加1倍以上。11月份行人交通事故较10月份下降8.16%。交通警察大队表示，今年1到11月，拢总处理无停让行人约19000件，比去年同期增加10.65%。同期间行人交通事故是大降13.7%，对行人友善环境改善，民众也真有感觉。是比较好了，对行人比较有保障啊，而且车子大部分都很有礼貌，都会礼让。骑机车或是开车的人会更注意到，如果行人有穿越斑马线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会先礼让，也希望行人那边互相体谅，我们也在等。针对提升人本道路安全，林焕仪也伫10月底完成修法，提悬无停让行人者处罚金到18000块起，当中也是希望搁较下处上悬36000块，搁吊销驾照。就等行政院公布实施日期。交通大队也呼吁驾驶一定要遵守停让规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